今日係2026年2月15日。咁喺前兩日，即係2月13號嘅時候呢，恒基兆業創辦人李兆基個仔李嘉誠就向外界發咗個公開嘅聲明，就指藝人周秀娜長達10年不斷利用佢李嘉誠嘅名義呢，就喺度做新聞，令到佢李氏家族呢啲10年嚟不斷受到滋擾、網上欺凌、辱罵等等。而佢認為周秀娜係始作俑者嘅原因呢，就認為周秀娜係用呢個方式係為自己宣傳。咁版主喺早兩日咧都已經做過一條片做過評論㗎啦。咁去到尋晚，即係2月14號嘅晚上，周秀娜嘅前經理人蕭定一咧，亦都出咗一條片係回應李嘉誠嘅指控嘅。咁到底蕭定一講咗啲乜嘢呢？佢係支持李嘉誠啊，定係反對李嘉誠呢？佢嘅理據又係乜嘢呢？而蕭定一喺影片裏邊更加大膽推測，真正幕後指使李嘉誠出呢封律師信嘅人，其實就係另有其人，唔係李嘉誠本人嘅意願嚟嘅。咁到底佢講緊邊個呢？係明示啊，定係暗示啊？而佢呢個指控到底又合理定唔合理呢？版主搜集咗啲資料之後，今日又再同大家講解一下。喺睇條片之前呢，咁就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之後就再俾個 like 完之後呢，如果覺得條片係 OK 嘅，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希望所有入嚟睇呢條片嘅人呢，都做足呢幾樣嘢，唔該晒大家。咁首先李嘉誠所出嘅聲明內容，版主呢就唔再喺呢度再一次詳述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可以睇翻版主嘅上一條影片。咁如果大家話我冇時間 cut 嚟 cut 去啊，版主係咁意講兩講啊，咁版主呢而家就好快講一次。咁簡單啲嚟講呢，就係李嘉誠出咗個聲明，就認為周秀娜呢喺2016年至到2026年呢10年期間，就不斷用明示、暗示同埋一啲傳聞嘅方式，就暗示自己被李嘉誠所包養。咁直到10年後嘅今日啦，李嘉誠就終於忍受唔住，就終於要發聲明同埋正式用法律行動就告周秀娜，另外就告5個 YouTube 頻道。大概嘅意思就係呢啲 YouTube 頻道呢，就借呢啲傳聞喺度散播虛假嘅消息。咁據了解，5個被控告嘅 YouTube 頻道裏邊呢，有一個就係由香港人開始，其他嗰啲呢都估計係啲內地啊、台灣頻道嚟嘅。咁好啦，正當李嘉誠出咗聲明，而家網上喺度討論緊嘅焦點都係話咁樣都告嘅話，告唔告得成啊？又或者普遍網民都認為，喂，你李嘉誠好難指控到周秀娜㗎喎。因為話就話周秀娜係指使呢啲傳媒咁樣作新聞啫，但係你都要有證據㗎。咁正當大家仍然好有興趣咁喺度討論緊嘅時候呢，周秀娜嘅前經理人蕭定一就喺尋晚，即係2月14號嘅晚上呢，出咗一條大概5分鐘嘅影片，內容就係關於佢對李嘉誠嘅呢封律師信嘅個人意見，同埋當時嘅時間線裏邊，到底周秀娜喺度做緊乜嘢？嗱，咁版主呢，而家就會將條影片就播放出嚟。咁啊，不過呢，由於為咗避免版權呢，畫面就會縮細少少，咁同埋蕭定一嗰把聲呢就會稍微變一變嘅。咁啊，希望大家見諒。呢件事呢，即係點解我話好難唔去講呢？因為講到係16年嘅時候 ，exactly 16年呢，其實我哋有約嘅係咪？直頭係我係佢經理人，咁你真係話我啦，真心講，即係話我由16年開始一路搞到而家，係我哋炒呢件事。好啦，我一定要回應嘅呢件事係，我聽過嘅呢件事係，我亦都就呢件事呢問咗佢經理人個 team，同埋問佢嗰陣時佢話我唔識佢喎，唔知點會咁傳，已經係咁同我講啦。亦都周秀娜呢個人呢，我話俾你聽係，你哋真係唔識周秀娜。周秀娜完全係一個宅女嚟嘅，完全唔出嚟應酬嘅，一日都唔出，佢從來就係唔應酬你哋啲有錢人，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周秀娜係，所以係你見佢識啲男朋友呢，全部都係要靚仔喎佢唔係要有錢人㗎，佢有錢人一早有1000個啦，我話俾你聽。所以好多人都問我啲問題，佢兩個咪一齊，可以負責任同大家講，絕對冇呢個我話嘅。佢亦都私底下口供啊，從來冇承認過有呢個人嘅存在。我亦都係求證過，唔係同佢、同佢經理人、同身邊嘅人全部都求證過，呢件事從來冇發生過。所以我呢件事咧就超級好笑。我咧，你當我小人之心度嗰啲福啦，唔使講噶啦。你問我多年嘅經驗，梗係佢老婆。佢老婆冇錯啦，呢個唔使講啦，呢個係梗係做俾個老婆睇。你冇嘢你咪告佢咯，你唔告佢即係有嘢，即係女人一定係咁樣講嘢。但係我唔明喎，如果係老婆嘅話，點解要燒埋 Google 咧？我覺得如果我係收錢嘅，我就佢真係試過叫 Google 攞走 ，Google 就唔睬佢。Google 話知你係四叔個仔，正所謂咁即係你話你邊位啊？我四叔個仔啊？邊位四叔個仔？個對白俾 Google，Who is 四叔son？I don't know you。唔係Elon Musk講俾人講幾多衰嘢啦？你可唔可以喺網度為難咗我哋咧？係做唔到嘅。一個聰明嘅有錢人咧係唔可以告人哋誹謗嘅，知唔知點解啊？呢個係因為會重複一次所有謊言。即刻咧嗰樣嘢咧，本來我唔知呢單嘢，我變咗知。打先大鑊啊！上堂問你啊，你究竟嗰日去咗邊，同邊條女一齊啊？即係咧上堂咧，你個有錢人咧上堂，你告人誹謗咧，你唔可以唔上堂嘅。一上堂，對方律師咧就變咗係公審你，上天哥唔係審佢，變咗係審你，你知唔知呢個係上堂變咗冇誹謗，冇誹謗，因為喺法庭度係冇誹謗嘅，你知唔知呢個大鑊嘅呢個係？邊有得打嘅呢啲？但其實佢成個件事咧，我哋話齋同我一樣噶啦，係做個姿態俾老婆睇，個老婆猜認猜得太緊要，個個都話你同佢有嘢啊，鬧開交嘅，係啦，鬧冇嘢，你冇嘢咧早告佢啦，你就係有嘢，你先唔告佢咧，所以咪要告佢。咗10年。
冇錯啦，我忍你啊，忍咗10年啊，你啊肯定同佢有嘢，就係咁嗰啲。因為你一早告佢啦，係咪先？你唔告佢，你就係有嘢，咁咪焗住告啦。有幾分顏點佢唔應該提 Google 啦，提 Google 真係少好啦。喂，提 Google 真係攞嚟衰嘅，真係。你算係乜嘢啊？喺 Google 面前，人哋嘅法律團隊啊，話俾你聽啊，係以千人計嘅呢個 Google 嗰啲係。同埋坦白講，人哋真係唔識你四叔個仔，唔係咁笑。估要四叔新眼，咁都要用英文添嚟答翻佢。所以我都知道今晚冇辦法嚟到，大家都想聽。但係八卦新聞嚟講，我係好彩啊，我幸運啊，我做娛樂新聞咧好難撞到得咁爆嘅嘢，太好笑。咁而成件事最好笑就係真係佢老婆即係徐子淇嘛，最好笑就係佢話當阿四叔走嘅時候，你居然就喺傷口度灑鹽，令我全家更傷痛。即係喺四叔嘅靈堂度，大家問佢：喂，你究竟係咪同周秀娜？佢話我唔覺得啫，話你包個周秀娜會造成實質損失咯。10年啦，你都冇離婚，而且覺得係咁光榮嚟㗎，女神嚟啊大佬！即係同埋咧，佢唔明，去到16年嘅周秀娜咧，已經不需要做任何宣傳㗎啦，全香港都識周秀娜，並不需要借李嘉誠嚟做宣傳，呢個係錯誤嘅。佢唔會做呢咁低裝嘅嘢，就需要 exactly 喺16年咧。如果我冇記錯啦嚇，大家可以提一提我，就係29+1上嘅時候，就係周秀娜事嘅巔峰啦，提名最佳女主角，爭啲贏咁滯，部戲又收千6萬係佢孭嘅。周秀娜事點使鬼你宣傳咩？即係你唔好當自己真係咁勁。係喎，嗰陣時宣傳嗰部戲係你喎，真係大鑊29+1。咁係咪即係話我咯？係咪即係話我指示佢做呢啲係嚴格嚟㗎？係咪先？我梗係要澄清啊，大佬啊！係我唔緊要，你磅啲水嚟啊，大佬又唔磅水，咁我都影咗你幫你咪。同你老婆交代先啦，其實係我安排嘅，你俾翻幾廿億我咁樣嚟我安排，梗係冇啦，成事絕對冇。但係即係而家呢件事最慘就係顯得佢對呢啲嘢嘅無知啊，佢嘅徹底無知。係啊，無知啊！你而家作為咁大間公司嘅話事人，你做呢個動作就會覺得你好無知咯，最慘就係咁咯。同埋律師團隊都覺得好無知咯。咁好啦，蕭定一嘅回應呢，大家就聽完啦。基本上呢，就大家可以簡單嚟講就分做幾點。第一，李嘉誠係真係冇證據證明周秀娜就係呢件事嘅始作俑者，因為佢的而且確係冇實際嘅證據證明周秀娜指使傳媒散播呢一類嘅傳言。呢個亦都可以話純粹係李嘉誠嘅個人推測。咁當然啦，李嘉誠手上會唔會有證據揸住喺手呢？到呢一刻係冇人知嘅。咁所以呢個講法呢，就都係嗰句啦，唯有時間去證明。再加上周秀娜自己呢，喺傳媒面前不嬲都喺度講緊自己其實係冇俾人包養嘅。咁所以網民普遍亦都相信蕭定一嘅講法。第二，蕭定一就喺度大膽推敲，點解李嘉誠會出一個咁樣嘅聲明？就係話可能佢啲親戚朋友啊、姨媽姑姐、三姑六婆嗰啲呢，就有關注到呢一啲花邊嘅新聞，咁就可能近10年嚟呢，就不斷喺度有詢問嘅。咁李嘉誠呢，就採取迴避嘅態度。咁但係上年即係2025年3月，李兆基去世嘅時候呢，可能再次喺喪禮就俾人問起呢個問題，所以李嘉誠先至會喺個聲明嗰度。就話包括周秀娜在內，一眾人等就喺李兆基去世嘅時候舊事重提，喺傷口上灑鹽。而同時間蕭定一呢，就有一個既大膽又搞笑嘅講法，就係會唔會係千億新抱徐子淇真係懷疑周秀娜就係第三者，所以呢，就要求自己嘅老公發一段聲明去證明周秀娜就真係唔係第三者。咁呢個講法呢，版主就可以信一半唔信一半嘅，因為呢10年嚟嘅傳聞，咁其實坦白講，好似頭先所講啦，唔止李嘉誠本人受到困擾，徐子淇呢就更加係身受其害嘅，因為好多片段嘅講法呢，都係話被小三上位、暴打小三、地位不保等等嘅惡毒版本。咁徐子淇作為妻子呢，佢承受嘅網絡暴力可能比李嘉誠更加直接同埋更加持久。咁但係坦白講啦，點解會話唔信一半呢？因為第一，當然呢啲說法只係版主嘅個人推測，就冇直接證據，而再加上呢次嘅聲明係李嘉誠係用個人嘅名義嘅，聲明裏邊一直都係用李先生自稱，強調係個人同埋家族名譽，而唔係用一啲豪門家族、豪門恩怨嘅時候慣用嘅李嘉誠一家啊、李氏一家啊呢一類嘅字眼。所以版主對呢個講法呢，就真係信一半唔信一半嘅啫。咁至於蕭定一第3個講法咯，就話呢李嘉誠去到告 Google 嘅時候呢， Google 就話根本唔知你係邊個，冇人識你，咁所以呢根本就唔睬你。而家冇人識你啊，人起朵你起朵。咁啊呢個講法呢，版主又覺得呢搞笑居多嘅啫，即係唔通話唔識一個人嘅時候就唔可以去告人哋咩？咁或者唔識一個人嘅時候就唔能夠向 Google 提出啲 YouTube 頻道嘅影片有問題咩？咁坦白講啦，呢個就一定冇可能嘅。你用正常嘅文件、正常嘅法律程序去提告嘅話， Google 呢係一定會嚴肅處理嘅。咁所以呢個講法呢，相信係蕭定一講笑嘅啫。咁好啦，版主嘅影片呢，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咁唔知大家點樣睇蕭定一嘅回應呢？大家對蕭定一嘅回應覺得係可信定係唔可信呢？又或者大家對蕭定一嘅回應仲有冇其他意見呢？會唔會其實都係出嚟炒作趁熱度呢？不妨留言講低大家嘅睇法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係講得好嘅，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